一路上你们多加小心啊！我祝你们一路平安。阿娜，妈妈，妹妹，好想死。再见了。好大妈妈呢？真主保佑我们。妈妈不老好。你们自己也要多多保重。哥哥。Sevdayı muhabbet başıma her mürüp küllerde kalgan babikin Yet ihlim gərq boldu başıma Yar vestin körmey ülgen babikin Hazretimge tağı taşla jığılgay Senden özge kim erzim algay Kılgayet günç yarim temgay Ben kebi beynat bulgan babiyin Bu verip çölledi jığlarda diter Tapmıza vesli özün aşat iter Kız yakasın çakiti feryat eder Tapmayın dışa düşürgen babiyin Kız yakasın çakiti feryat eder Tapmayın dışa düşürgen babiyin 在这山洞之中，我们烧点水，吃点东西再走吧。好，我去捡些柴火，咱们烤黄羊肉吃。还是我去吧。
Rahmini hazır eyledi berbat. O bir kudağa ışınlap eyledim feryat. Mevlane Keser hamar büyük tağlani berbat. Vay ellemam Ferhat kemi şirin canlı girer. Neliyim ben şu yarim bir arindi. O menne kılay anasındım diyari. Mevlane Tulum aydek kızıl yüzlük nigarim. Vay ellemma sensiz emni bulbul nale kılar. Vay Gam bilen esret çeşni başıma. O bir itimen ağuçti aşme. Mevlane Verip durmen işkim gelmez aşme. Vay ellemma Yusuf kemri zindan içine yatar.孩子，站起来！ Assalamu aleyküm baba. 你好，老人家。你好，孩子，别害怕，我在这山里等了你好久了，有几个问题要问你， baba. Sizden 你问 alayım 吧 baba. 我准备了回答。 Yüzleri
谢教育你成才的老师，感谢你的聪明和智慧，你给了我很好的回答。我祝你万事如意，早日会见情人。真主保佑你。老人家，老人家，老人家，这是怎么回事？是做梦还是真的？怎么一晃眼就不见了？大家多听着，这里有情况。你是谁？你是谁？出来！你是什么人？他身边有一把短剑。从这个短剑看起来，这不是一个平常人。收，弟兄们，我身无分文，只有这满腔苦痛，你们听我说一说吧。
兄们，看起来真是一个伤心的人啊！不，他骂我们是强盗，一定是国王的人。等一等。你到底是什么人？一个人到山里干什么来了？不说真话就宰了你！刚才你骂我们是强盗，一定是国王派来的奸细。说，不说真话就绑上石头扔下山去。等一等，等一等。大头，这就是比国王无罪放逐的埃里普啊！快松开，快松开！埃里普，我们早就听见过你的名字，可是不认识。我还认为你们是强盗呢。不，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受苦受难的百姓。弟兄们，国王最近要招聘苦工修造花园，剩下的事儿咱们回去再谈吧。鱼儿的歌声啊，公主，您怎么了？我做了一个梦。看你来了，让他来吧，让他来看看我的惨状。你好，父王。孩子，身体怎么样？感谢真主，也谢谢你。有真主保佑，你不要过分伤心了。我专门为你造了花园，又让银匠给你搭了金冠，你把它带上，到花园去游玩吧。你到花园去散散心，不要这一味啼哭了。要顺从天命。爸爸，
你说，为什么你不执行和爱山宰相共享的婚约呢？为了富贵，你想把我……不许说，这都是你的老师教育不严的结果。不，我的老师是对政治最善良的。公主，这是夏特尔的礼物。住手！命运注定你要嫁给阿卜杜夏特尔。不，除了艾利普，我谁都不嫁。姑娘，行了，不要再为我操心了。哎，在这个世界上，谁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呢？我们这些可怜的姑娘们心中，有谁没谁，谁能知道啊？公主，奶妈送花来了，让她进来吗？让她进来吧。
山秋雨。
姑娘们，快去拿点水来。快点，快点！我在花丛中给你写信，我在花园里等你相会。你们快去拿纸和笔来，我要给父王写信。尊敬的父王，我要带着宫女们趁着春光，去到花园里观赏。请求你的允许，你的女儿塞内。你快把这封信送到父王那儿去。国王有了回信，亲爱的女儿，花园随时都为你开放，你带着宫女们前去观赏吧。你的父亲阿巴斯，姑娘们，赶快准备。姑娘们，准备吧，咱们到花园去。哎，孩子们，在这个大好春光之下，所有的鲜花都开放了。现在我们去到花园，能够见到艾丽，那该多好啊！是啊。那可是锦上添花的事情，可是万事哪能俱全呢？如果艾利普来到花园的话，你们会报告国王吗？不，你们告诉他呢，我们无脸见人。好，那咱们来发誓吧。如果我们把艾利普来到花园之事，
报告给伟大的国王，我们就今世来世永远无脸见人。真主是我们的见证。见到我的情人了，我哪心爱的人啊？你在哪儿呢？我父亲想找你谈谈，走吧。
娘们，大家快到四处去找一找。孩子，找到你的雄鹰了吗？孩子，放心吧，我一定为你找到珍贵的情人。你好啊，艾利普加，你好。哈哈，多情的小伙子。
kaşın bilen közüne Peyda olsun cinim her bir sözüne Kelsenem can koyup Allah üstüne dilim canım var geldi Kelsenem can koyup Allah üstüne dilim canım var geldi美吗？你快去给 Eric 换上一套新装。
你快去找伊利亚斯商量一下。你好，公主。为了你如花一样的容貌，我向你致敬。你到花园干什么来了？为了保护你的身体。什么？国王对我不相信吗？尊敬的公主，今天在这个花园里能够见到你如花似玉的容貌，我真是太幸运了。现在，我有义务保护你的生命。住口！听说这里来了外人。没有外人，只有艾利。什么？他是我的敌人，我不能让他活着出去。无耻！森奈，你为了什么呢？为了一个孤儿，难道愿意牺牲你的幸福？你要是嫁给我，我继承了王位以后，如果你要不答应我的要求，那你和你的父亲都没有好下场。你这些定额目的，我早就清楚。我绝不会为了你而牺牲自己的爱情。等一等，无耻的家伙！来，咱们拼一个高下。苍蝇一样的孤儿，还敢和我拼？来吧！多加小心啊！你好，老师。孩子们，今天我能看到你们两个在一起，也就心满意足了。老师，为我们祝福吧。好，真主永远保佑你们，孩子们，你们赶快准备离开此地。现在到哪儿去了？现在海德已经离开此地，去到自由的地方。你有什么权利干涉我们的事儿啊？哎，快把夏特尔叫来，把艾利抓住，砍头示众。夏特尔再也回不来了。他今天用他的生命抵坏了血债。你还是收回杀死艾利夫的命令吧。
不，我的命令是从来不收回的。如果你自己说过的话从来不收回的话，那就要对这份婚约做一个答复。尊敬的国王陛下，这花园里进来了毒蛇，他们害死了我的儿子。不，今天只有一条毒蛇被杀死了。说，尊敬的国王陛下，饶恕我吧。阿卜杜勒夏特尔让我在酒里下了毒药，害死了3宰相。他还让我诬陷加拉尔丁和埃利普，使他们得到了放逐和装进监狱的惩罚。他的目的是要篡夺王位，并答应生之后让我继承他的官职。尊敬的皇上，饶恕我的罪行吧。不到异乡，不知道本土的可贵；不经过艰苦，不知道真理的可贵。把小娃子装进监狱。